这样花莲又是慈济，我必须说它是本命区啦。哦，花莲就是慈济在这个地方本来就很绵密的一个组织，最早就在花莲嘛，对，他在花莲扎根嘛，所以慈济的兄弟们哈，然后包括这些什么长老教会系统啦，什么每个系统都有每个系统自己的志工队或者志工团，第一时间一定是这些人进驻。那再来呢？哦，看到很多人就会问说啊，有些年轻人就说啊，我可以去的，我如果想要去帮忙的话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可能就会有人这个组织啊，比如说有些是议员也好，或者怎么样啊，陆续，我觉得一波接一波，那后来变成一个网络运动，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好像一定要去那边，甚至我看到有那种高中生说什么，如果我当天去，当天来回，我可以去哪里帮忙？然后你知道很多那个就说你把钱省下来吧，哦，你不要去这个制造困扰。有些人说你没有这个救灾专业哦，你去现场你可能会造成当地的一些人的困扰，你不要把那个救灾当好像是玩乐，因为你去是做苦工的，他挖这个泥巴也好或什么都不轻松。